其實我鍾意用相機拍片多過手機嘅，因為相機可以放低喺某個位置，然後打橫拍啦。而我部電話呢，嗰個自拍鏡頭啊，即係前置鏡頭呢，嗰個人樣好美嘅，好唔似真人嘅。咁所以我只會用後置鏡頭去影相同埋拍片。咁用後置鏡頭呢，我要將隻手舉到好高咁樣去拍片呢，好攰，亦都冇咗另一隻手做動作啦。當我影緊嘅時候，我係見唔到影咗啲咩嘢，要事後睇翻先見到嘅，同埋淨係可以打動影啦。我自己揸住嘅話，我覺得雖然手提電話嗰個畫質係比較高清，但係我覺得嗰個片嘅質感，個 feel 係相機好啲，亦都比較似真人多啲。咁呢條片就係睇下，即係相機拍嗰個效果，嗰個畫面啊，嗰個人樣啊，個質感。多謝欣賞。